另外，咱要来看中国出现全世界头一个人类去感染到新型 A 型流感 H10N5 的病例，而且这个人佮同时去患着季节性的流感 H3N2。这个个案是发病2礼拜了后就来死亡，这是真罕见2项拢有去感染到的病例。咱的疾管署是表示讲，即马爱等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，知影这个 H10N5 风险，才来做出应变。所以目前是依次安徽甲浙江是第2级的旅游警示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。最近你去中国民众要注意，因为中国出现全球头一个人去感染到 H10N5 病例，个案是安徽省一个60多岁妇女，去年11月底破病，因为病情持续恶化，转去浙江省治疗2礼拜，也是不幸伫去年12月中死亡。个案检体同时验出季节性流感 H3N2，也甲新冠性 H10N5，简称新型 A 型流感，这还是罕见的混合型感染地区病例。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的话，是合并感染多种病毒的风险是有增加啦。我们这边是没有正式的统计，不过当然据我们医学专家是表示说是有可能这一些的严重度会增加2到3成。疾管署表示，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这个个案密切接触者拢无破病，而且检验是阴性。后续也佫有待世卫组织正式评估 H10N5 传播风险，也甲疾病严重的程度。不过感染科医师是烦恼，动物的流行感冒大部分是袂危害咱人，啊，不过若是发生基因突变，未来真有可能会亲像新冠病毒同款造成大流行。万一它感染到比较多人之后，它的基因又改变，变成说传染力变高的时候，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或者像新冠肺炎，这个传染力这么高，然后它的死亡率又很高的时候，那就会是一场灾难。疾管署是讲，目前也是维持安徽浙江市第2级旅游警示，提醒民众去当地爱加强防护，并落实莫接触禽鸟、莫青食禽鸟两类，也是伊的制品等原则。另外，这礼拜新冠加流感疫情会进入最高峰，国家春节人丁南来北往，过年后也会有第2波高峰，呼吁民众到公共场所爱挂喙安，并赶紧注疫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